詹瑞文同炒螺明狹路相逢，惺惺相惜。珠江記者黃樹永報道。我而家喺寶崗大道，香港嘅詹瑞文同廣州嘅炒螺明喺呢度有個特殊嘅約會。首歌講感情去做嘅，情感。詹瑞文喺香港以整蠱作怪嘅表演著稱，炒螺明喺廣州嘅街頭扮女裝賣唱超過28年，堪稱廣州宵夜王。一個係為咗嚟廣州表演，一個係為咗基本生活。於是本係大難都扯唔埋嘅兩個人就有咗相聚嘅機會。要喺度攞翻種廣州嘅精神，因為我嘅戲講緊流行文化啊嘛，點樣影響緊大時代啊。詹 Sir 揾到炒螺明，要學嘅就係明哥喺街頭為咗生活拼搏嘅嗰種生活態度。點樣從炒螺變成賣唱？點解明明係男人卻要扮成女裝？有啲人話我姣啦嚇，有啲人話我乸型啦，話我變態啦，呢樣嗰樣啦。佢未知道我走呢條路嘅時候，係落咗好大嘅決心喺度。炒螺明話賣螺嘅人多得是，唔靠自己咁樣搏出位，邊有而家咁樣街知巷聞啊？28年嚟，佢嘅螺都係5蚊一碟，但係佢唱一首歌嘅價格就從5蚊升到而家20蚊。但係有幾多人睇到我行盡了許多的崎嶇路，發展開誰能知更計更高？點解我憑自信努力做，要得到做得到，以後就算嘴益也似紅。但係呢條路我係道路段段美好，縱是血與汗。明哥出口成歌，動作話做就做。呢種街頭表演令到詹 Sir 睇到眼都唔眨啊！有幾個我哋叫做啲精髓嘅動作啊，嗰啲我都唔知佢點學㗎。第一呢啲嘢好容易戳親條頸嘅，即係呢啲佢都唔知。你有冇試過戳親條頸㗎？啱啱嚟嗰時都有。係啊，啱啱。話明係嚟拜師，詹 Sir 即刻起身同明哥學跳舞，動作係朝朝都咁妖妖。一種草根。真係喺佢嘅生活裏邊去揾佢自己嘅路嘅一種生活嘅力量。有人話炒螺明喺街頭宵夜唱嘅係口水歌，難登大雅之堂。但係佢為咗生活嘅嗰種態度，應該可以得到我哋嘅認同。詹 Sir 話炒螺明將會成為佢創作嘅靈感，呢個係佢呢次廣州之行嘅一大收穫。